这个老板，如果你们哎，市长好。可以的，老高，然后摸呢，加过来。挺麻烦。这有没有次级品可以马上？次级品，极品就已经吃不完了，所以不要再吃。如果连次级品都吃的时候，农民会更多的菜卖不出去。我看一个，你跟我说，哎，差不多。还一斤瓦。这个贵了，那么贵啊。你还一斤大概多少？哦，60块，一斤60一公斤大概归台湾那个台北市好。来，云林青龙赞不赞？赞。台北农场赞不赞？赞。柯文哲赞不赞？赞。好，来前面 OK， 给我一个。市长，那个说你们的提名策略在选区里面好像就是有所谓的有仇人以你来动掉别人这样子，这种提名方式是充满仇恨。没有啦，这个不要这样讲。不过市长也有比较麻烦的是的，因为现在蓝绿在每个区域立委都有提名人嘛那所以如果我们所谓的第三势力在提名人，有时候会吃到蓝的票，也吃到绿的票所以老实讲这个有时候给人家过度的解读了这个也没办法，你知道因为既然台湾在过去如果都是用蓝绿在做思维的时候，那你现在人家候选人都已经提出，你只要一提出，人家说这个吃到绿的票是不是要护航蓝的，或吃到蓝的票就说这个是要故意对绿人好，所以这个有一点麻烦的。不过我想是这样的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也不要说，因为我们既然没有说把蓝绿当作唯一的思考模式嘛所以顺其自然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含猪配的话会让你觉得增加信心吗？会增加你的网络感，还是减少网友感？然后觉得 CIA 很好。是被是什么？谁跟谁？你要不要再稍微解释一下？国民党有人建议强力的建议。我们在台北我们都把它开在一起了，对那些员工比较友善，你要知道，他是照顾我的长辈的，对他好，他才对我的长辈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有时候洗面的话就算了，那人与人之间通常是这样，对人家好，人家才对我好。有时候我每次办那个开战就洗面想会有对人好一点，希望要你照顾我们的长辈好一点。他事后解释说鸡是他属鸡的，所以这是鸡。那市长自己看凤凰的鸡是不要紧，算了吧，这在10点就算了。我看他最近少讲话算了，别太过。这样讲，吴依妮好像对你的那个台湾价值很坚持，他唱出的。其实我讲，我当时他很上，我就其实那当时的案件，我虽然有这个。不可以会有后台老板，他整个跟进很高层都叫不完，实在是他不对的地方。那时候他只要上议会，其实议会是这样的，议会有被监督，我也不喜欢进议会啊。可是议员要 K 你，你有本事你就跟他对打，跟他，不然你就看这样。但是不可以说不来，不来，所以老实讲，当时战略上最大的错误是不来。后来不来，老实讲，我们也去。因为去状态在上甚至是当时的主持人，如果跟他讲说一定要来，后来发现没有人敢叫得动他，因为你后台就小一点，不然就不行了。我感觉你两个爱共为主要才可以共。你认为的台湾价值是男女平等吗？你认为的台湾价值是男女平等吗？因为他特别点这个。这样，我知道你现在的地位。如果瞬间昨天要拉这个学姐入党，他说弃案公民，那我那对公民都特别有兴趣。我们时间叫你弃案公民。这句话他其实讲过蛮多次的啦，那就是还是一样，谢谢议员指教。上简书培他说可以派学姐出来跟他学长，2个人可以讨论什么是台湾价值。
他跟学姐对战，你会觉得什么？为什么？学姐太可惜了，我才不要，你觉得他适合跟谁对战？他跟王素坚两个对战就好了。